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间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间是：有囝有囝命，无囝天注定。这句话是用来安慰无生囝的人。有囝也是无囝，拢是注定好的。在台湾早期的社会，有的翁仔某想要生囝，拢生无；有的人煞生甲规拖拉久的囡仔。虽望现此时的医学科技较进步啊，毋过迄个过程是足辛苦，嘛无一定会成功。另外一方面，现代人拢较晚结婚，或者是无想要结婚，嘛有真侪翁仔某结婚了后无按算要生囝，毋管生囝是毋是天意，真侪代志拢是无法度强求的，顺其自然颠倒较好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